致命嘅槓桿，一個賭徒嘅24個鐘同埋13年嘅利息。2004年1月2號，拱北口岸佢嘅袋入邊裝住41000蚊港紙。呢個數字喺今日嘅澳門島仲唔夠某啲賭客買一口鹹，但係喺嗰年嘅冬天，佢等於內地一個普通工人2年嘅人工啦。唔食唔飲，高強度嘅勞動，整整2年。而佢必須要喺接落嚟嘅24個鐘之內，將佢變成35萬。35萬係佢爭落嘅貴利。喺嗰個民間借貸手段粗暴到可以直接喺屋企潑油漆嘅年代，呢筆錢足以等一個家庭解體啦。佢嘅父母知道咗呢件事，佢嘅眼入邊呢個仔自細就獨立踏實，從嚟都唔等屋企人操心嘅。心理學上邊有個詞叫做自毀體面模型，長期對家庭報喜唔報憂嘅人，喺遭遇咗毀滅性嘅危機嗰陣，會寧願將自己拱入深淵度，亦都唔願意向熟人圈層去求助，因為求助意味住經營咗20幾年嘅體面喺社會關係中當場流產啦。佢將呢一趟澳門之行命名為將一切交俾命運，但係資本唔信命。2004年嘅澳門，威尼斯人仲未喺老抌城拔地而起，亞洲博彩業嘅心臟係嗰棟外形好似鳥巢、好似孤獨勇氣嘅老普京娛樂場。呢度嘅空間設計係世界建築史上最惡名昭彰嘅迷宮心理學實踐。個天花板刻意咁壓低咗，通道窄到只能夠容納2個人嘅呼吸，霓虹燈永遠着住，冇窗冇時鐘，高濃度嘅尼古丁同埋廉價嘅香精溝埋一齊，24個鐘不間斷咁灌入你嘅肺。人類大腦會喺呢個空間入邊迅速喪失對時間嘅感知能力，陷入一種近乎催眠嘅永恆當下。佢冇去賬房度換籌碼，佢直接行入咗一間百家樂嘅賭台前，揞出咗38000，只係留低3000蚊喺個袋度。呢個3000蚊，佢俾自己嘅定義係人生嘅最後一餐晚餐。如果輸晒，佢就用呢筆錢喺濠江邊同埋自己畫上句號啦。曾經科學將呢個叫做隧道視野，腎上腺素過度分泌導致大腦只能夠睇見2條路啦，贏或者死。04年嘅老普京仲未有而家呢一啲精準跳動嘅電子顯示屏嘅，賭台上邊保留住最具有儀式感嘅工具係手工露珠。個考官用蒼白嘅指頭喺每一局結束之後，將一粒紅色塑料珠塞入個木質軌道。年輕人停喺台前嗰陣，軌道上邊赫然排住5粒紅色嘅樁，長龍5個樁。所有圍喺台邊嘅人都將籌碼往個樁上邊掟。西裝革履嘅東南亞商人，滿眼血絲嘅內地小販，冇人猶豫。電影《賭俠1999》嘅台詞喺佢嘅腦海入邊閃。嗰啲大路細路都係人嘅，只有長莊長閒先最可信。佢將18000掟入咗嗰片紅色，然後睇住手入邊剩低嘅2萬，喺一種嚟都嚟啦嘅心理慣性下，一齊拱咗落去。28000蚊，2年嘅工資。3秒鐘，一條概率軌道上面嘅賭注，百家樂台上有一層冷酷嘅封建秩序，落注最大嘅人擁有睇牌嘅特權。有個港澳嘅阿姐押咗3萬，見到一個內地嘅年輕人，瞬間追加2萬，用一種審視嘅港式普通話提醒佢：靚仔，企住係唔可以睇牌嘅。佢就唯唯諾諾咁點咗頭，冇事，你睇就得。然後轉個身去，唔敢睇牌。喺行為動力學入邊，呢個轉身意味住佢已經將對自己嘅控制權完全讓渡俾咗無罪啦。額頭上邊嘅汗滴喺地毯上邊，嗰張承載咗無數人貪婪絕望嘅地毯，正喺度吸緊佢嘅生命特徵。有啦，最後爆發出野獸般嘅嘶吼，嗰個唔係喝彩。係10幾張瀕臨瘋狂嘅嘴，係多巴胺登頂瞬間發出嘅聲。莊贏6點15點，好官開始背負啦。莊贏咗要抽5%嘅稅仔嘅，
全台幾乎都押中咗，需要手工清算每一堆零碎籌碼嘅抽水比例。呢個流程喺2004年嘅老普京持續咗整整15分鐘。心理學上邊叫呢個叫做強化延時效應。喺呢15分鐘入邊，佢嘅大腦被多巴胺徹底浸泡啦。38000喺純粹嘅數字遊戲入邊，魔法咁變成咗74001，錢喺呢個過程中被徹底非人化啦。佢唔再係買米買麵交房租水電嘅生存資本，佢變成咗輕盈嘅可以求其咁拱出去嘅塑料方塊。人類大腦嘅獎勵機制係古老嘅，佢無法分辨財富嘅暴增係嚟自生產力定係嚟自運氣。佢只係記錄一個回路，將塑料片拱出去就能夠獲得數倍嘅回報。呢個神經元連接一旦建立咗，理智就徹底失控㗎啦。佢將所有嘅籌碼再次拱向紅色嘅區域。細佬，100唔可以買莊嘅，好管嗰雙冇溫度嘅眼夾住佢。嗰個年代為咗等抽水清算方便，500蚊起步。咁賭台咧規定咗落注必須係500嘅整數倍，尾數100係唔可以壓莊嘅。一個坐喺隔籬嘅中年男人會轉頭等佢解咗圍。喺接落嚟嘅幾個鐘入邊，呢個男人充當咗佢喺資本迷局入邊嘅命運鏡像。你係咪真係第一次玩啊？點解打咁大嘅？對方一邊問一邊起身讓出個位嚟，你坐住睇牌。佢拒絕咗啦，唔使啦，你坐啦，我唔識睇牌，仲係阿姐睇啦。佢手氣好。呢個唔係禮貌，係恐懼。佢連最基本嘅算點法則都未搞明白，更加唔敢親手去翻嗰兩張決定嘅生死、家庭存亡嘅啤牌。佢寧願將決定權交俾一個陌生嘅阿姐，所謂嘅手氣。佢轉過身，面朝娛樂場通往現實世界嘅出口，喺個心入邊發誓：呢鋪如果輸咗，毫不猶豫咁出去。有啦！阿姐亢奮嘅聲穿透咗煙霧，144300，唔到一個鐘，佢嘅資產膨脹速度超越咗世界上社會入邊任何一種合法嘅行業。佢嘅心情隨之變好，世界喺眼入邊變得極其順從。呢口冇打莊啦，有可能會變老。大哥喺閒上邊買咗1500蚊，全台人都喺度執着追嗰條紅色長莊，只有佢孤零零企喺對立面。年輕人猶豫啦，事實證明咗大哥嘅判斷好似計算機一樣精準。長龍斷咗啦，開出閒，接落嚟連續幾鋪，局勢變得無序啦。但係大哥嚟連續中咗3鋪，佢嘅理智開始向盲目崇拜過度啦。佢將2萬蚊籌碼直接遞過去，大佬你買咩？幫我跟下，我唔識玩，跟你買。對方睇咗下籌碼，嘆咗啖氣，遞翻嚟1萬，用一種帶住滄桑嘅口吻話：百家樂唔係咩好嘢，千祈咪陷入嚟，娛樂下就好啦，咪落咁大。最後將佢嗰萬連同自己嘅籌碼壓喺閒上邊，嗰一局閒家連補牌嘅機會都冇，被莊家以絕對嘅點數直殺啦。你係咪希望我盡快食完飯啊？喺普京內部嗰間24個鐘營業嘅簡陋餐廳度，2杯廉價嘅啤酒。大哥，我敬你，如果唔係你勸我，嗰鋪我就輸咗啦。對方一飲而盡，放落個酒杯。第一次玩，點解落咁大呢？佢就和盤托出咗35萬高利嘅事，一邊講一邊不停咁旋轉個空杯，眼神每隔幾秒就不自覺咁飄向落地窗外嘅賭場大廳。過咗好耐，大哥慢條斯理咁夾咗口餸，掉出一句無關緊要嘅話：你係咪希望我盡快食完飯啊？佢呆咗下，你不停咁旋轉個杯，是不是個眼咧又瞄向賭廳？眉宇間唔經意嘅躁動，講明咗你而家好急，恨不得我即刻食完同你入場。個大佬點燃咗一條煙，嗰個係佢戒煙1年之後嘅第一次。財不入急門，咁樣嘅心態點贏錢啊？大佬，你係飽漢唔知餓漢飢啦，我就嚟急死啦！我係咪飽漢啊？哥露出咗一個好苦澀嘅笑容，笑容入邊包含嘅絕望，比賭台上邊嘅咒罵沉重好多。我係咪飽漢啊？我嘅經歷就唔同你講啦。嚟到澳門嘅有幾個冇故事嘅呢？佢彈下煙灰，你贏咗成功咗，你就係英雄，冇人會在意你經歷嘅過程。
你輸咗，你咩都唔係。佢睇住年青人，今日你用3萬幾嘅本金贏到13萬幾，按照概率嚟講已經知足啦。聽我講，即刻出返嚟，你仲好後生，好多路可以行，唔使行呢條路，返去好好傾，能夠解決幾多，好好做返你嘅本行工，冇過唔去嘅坎嘅。年輕人嘅執着喺嗰一刻達到咗頂峰，佢將酒一飲而乾，親朋好友嘅錢我可以努力慢慢還。高利貸咧唔驚佢哋點對付我，但係我唔想佢哋騷擾我父母。父母年紀大咗啦，承受唔到咁多驚嚇。呢次我就係抱住不成功變成人嘅態度嚟嘅。如果贏唔到35萬返去，咁就賣骨他鄉。個大佬長長咁嘆咗一啖氣，嗰個係一種對必然發生嘅宿命感到無能為力嘅憐憫。既然你唔聽勸，咁就走啦。不過我可以話俾你知，即使你呢次贏咗，以後你依然會嚟嘅。嚟過澳門嘅人，冇人能夠抵擋咁樣嘅誘惑。只要呢次贏咗，我以後肯定唔嚟啦。佢嘅聲堅定得好似對住神明宣誓咁。呢個係全片最具諷刺意味嘅黑色幽默啦。多年以前，佢會無數次諗起2004年1月2號深夜老普京餐廳嘅呢個瞬間，佢以為自己係一嚿百毒不侵嘅特例，以為意志力可以凌駕於人性數百萬年進化出嚟嘅多巴胺獎勵機制之上。佢唔知道嘅係資本設落嘅局，從嚟唔怕你贏，就係驚你唔再行入嚟。佢哋返到咗賭場啦，個阿哥帶住佢去咗21點嘅台，喺佢克制嘅投注策略下，20分鐘，年青人手入邊嘅籌碼變成咗26000，20分鐘26000。喺內地嘅廠，呢個需要一個技術工人每一日做10幾個鐘，連續喺流水線上流汗整整1年。喺呢度，佢取決於6張啤牌嘅數字組合。呢種財富獲得嘅輕盈感，徹底殺死咗佢對勞動價值嘅認知。當腳踏實地嘅勞作變成咗低效嘅代名詞，呢個人就已經喺精神上邊淪為咗概率嘅提線木偶啦。佢哋轉翻百家樂，一張冇賭台嘅冷清賭台，手工露珠軌道上邊代表閒嘅藍色塑料珠佔咗一大半江山。呢鋪你冇打，我先探下路。個大佬喺閒上邊落注500，勝出。你仲有幾多籌碼？163000。呢鋪可以打多啲。個哥咧喺閒上邊擺咗1萬，呢個係佢今晚落嘅最大嘅注額啦。年輕人睇住個阿哥堅定嘅面孔，贏要衝，輸要縮嘅偽金融法則，佢嘅腦入邊再次膨脹。佢好似一個急於結束審判嘅囚徒咁，將60300蚊毫無保留咁全部擺喺閒上邊。精神啲，呢鋪你嚟睇牌，我睇啊，我唔識㗎喎。直起個腰，打起精神，打百家樂。你惡佢，佢就驚你；你弱咧，佢就蝦你。你只要信呢鋪，就肯定會贏。呢種唯心主義嘅心理建設，係所有底層賭客嘅定心劑。年青人冇好似老賭徒咁小心翼翼咁羅列雲牌，佢用一種近乎自暴自棄嘅決心，將2張啤牌直接掟喺綠色嘅利用台面上邊，5同埋3，8點。百家樂入邊極具統治力嘅點數，佢嘅呼吸瞬間停止咗，死死咁及住女可官嗰雙生滿咗老繭嘅手，佢嘅心入邊瘋狂咁祈禱，千祈咪嚟9，一定冇係9。個可官翻開莊家底牌3點，從個凳上邊一躍而起，面部嘅肌肉因為極度興奮產生咗病態嘅扭曲。阿哥伸出咗手掌，2個毫無交集嘅男人喺澳門深夜嘅燈火下，將手掌重擊喺一齊。呢個係佢真正意義上邊體驗到掌控命運嘅虛幻快感。應該仲有一鋪閒嘅，個阿哥拼住落咗1萬。喺多巴胺嘅徹底綁架下，年輕人完成咗今晚嘅瘋狂落注，126000蚊全額退入去啦。佢想趁住呢個虛無縹緲嘅運氣，一舉解決戰鬥。你睇你呢個性格，個大佬苦笑住搖頭。2張牌被揈喺台面度，9點，閒加9點。百家樂入邊9點係絕對嘅絕殺點數啦，除非莊家開出9點。佢伸出咗雙手，準備去迎接嗰個即將翻倍嘅巨額籌碼。可官面目表情咁翻開咗莊家嘅牌面，6同埋3， 9點。和局，佢即刻原地凍結啦！你老母啊，
睇住已經要裝入袋嘅財富喺0.1秒內化為烏有，呢種心理嘅落差比直接輸咗仲要折損神經。兄弟啊，9點唔一定贏噶嘛，0點亦都唔一定會輸。呂可觀用呆板機械嘅語調話：喺佢因為充血而變紅嘅眼入邊，呢個呂可觀佢嘅面孔變得陰險、虛假、醜陋。佢唔係一個人，佢係嗰個名為賭場嘅龐大資本怪獸嘅擬人化化身。走啦，天光咯，歇下。個阿哥企起身，一唔係再打下，我仲差3000就夠30萬啦。睇住木槽入邊347000蚊嘅籌碼，睇住嗰個孤零零嘅1000蚊籌碼缺口，強拍正官嘅完美主義等腳步無法挪移。啲嘢再講啦，我哋係人嚟噶，唔係機器。可觀都換晒班啦。你用有限嘅資金同埋體力去同埋賭場號，佢哋永遠唔閂門嘅。呢度嘅錢你永遠揾唔夠。呢個係博彩行業最核心嘅底層邏輯啦。賭場唔係驚你贏，佢擁有無限嘅資本結構同埋永遠唔知疲勞嘅機械流程，而人類嘅肉體同埋精神存在住天然嘅生理極限。佢企喺帳房前，睇住347000蚊變成咗一疊厚厚嘅1000蚊港紙鈔票。具有乜氣味獨特，攞喺手入邊輕飄飄嘅，厚度甚至不如3萬幾蚊嘅人民幣。呢種外幣面額失真感，進一步模糊咗佢對財富價值嘅全部認知。拱北口岸嘅清晨，出咗老普京嘅門口，清晨嘅陽光刺痛咗兩個通紅未眠者嘅眼。關口附近嘅茶餐廳度，簡單咁食完咗早餐，年輕人睇住眼前呢位改變咗佢命運軌跡嘅陌生人，佢話：大佬，你接落嚟係休息呢？定係再玩啊？個大佬慢慢咁行向嗰度連接住兩種社會制度嘅閘門口，轉過身嚟話：對面就係關口啦，你出關啦！我哋兄弟兩個相識一場係緣分，聽我嘅，以後咪再嚟啦。佢揞出咗一疊港紙，我哋今日都合彩啦！琴日我都贏咗啲，呢度5000蚊你攞住，加埋你嘅錢應該夠35萬啦。嗱嗱臨處理你嘅事，以後好好地生活，踏實咁做嘢，記得將錢放喺個口袋度，咪放喺個包度。萬一被查到超額攜帶現金，就比較麻煩啦。大佬，我唔可以要你嘅錢。咪矯情啦，等你攞住就攞住啦，我唔想你再行我曾經行過嘅老路。個大佬嘅眼神入邊閃過一絲極難察覺嘅死灰。你記住啦，喺澳門贏只係過程，輸先至係結局。大佬仲唔知你貴姓，能唔能夠留翻個電話呢？行將就木嘅人啦，就唔留啦，翻去好好地生活，忘記澳門。一隻塞滿咗口繭嘅大手用力咁推下，將佢推入咗嗰群披住清晨薄霧湧向出關通關嘅人潮。佢順住人流行咗幾步，喺踏入內地邊檢大廳入邊嘅前一刻，回頭望去，老拱北口岸嘅人潮太洶湧啦。嗰個着住灰色外套、微微駝背嘅身影，已經徹底溶解喺密密麻麻，再都冇人喺任何一張百家樂賭台旁邊遇到呢個人。佢好似一個從平行宇宙行出嚟嘅警示先知，完成咗一場關於人性嘅接力，然後喺大時代嘅洪流中風化消散啦。從純粹嘅數據嚟睇，2004年1月3號嘅清晨，一個年輕人完成咗概率學上邊嘅奇蹟，11000蚊入去，352000蚊出嚟。嗰一晚啊，填平咗足以等佢家破人亡嘅高里黑洞。佢返到咗鄉下，繼續做返本行嘅工，喺父母面前繼續扮演嗰個獨立踏實、唔需要操心嘅好乖仔。世俗嘅因果敘事入邊，呢個係完美嘅浪子回頭。喺呢度，我哋必須撕開呢一個故事最殘忍嘅內幕。一次全身而退，唔係命運嘅拯救，係命運開出嘅利息最高嘅一筆高利。心理學上面有個概念叫做間歇性強化。人類對懲罰嘅記憶係短暫嘅，但係對小概率得暴利嘅記憶會俾大腦底層邊緣系統鋼印般嘅方式永久咁刻錄。嗰兩場深夜嘅資本翻倍，嗰啲清脆嘅擊掌聲，嗰個15分鐘漫長嘅賠付帶嚟嘅多巴胺狂歡冇消散，佢哋變成咗一粒高純度嘅毒藥種子，深深咁埋喺佢20幾歲嘅神經元回路入邊。喺接落嚟嘅10幾年入邊，每當現實中遇到挫折，
每當面對高強度嘅社會競爭感到疲勞，每當事業遇到瓶頸，老普京嗰個冇窗嘅物理空間，嗰條紅藍相間嘅露珠軌道就會喺深夜發作心魔，不斷咁啃蝕佢嘅理智。喺現實中嘅腳踏實地，喺嗰種20分鐘搵1年工資嘅輕盈感面前，變得越嚟越乏味，越嚟越好似一種對生命嘅虛度。距離嗰場豪金搏命過去咗13年啦。呢13年間，年輕人變成咗中年人，因為工作原因，佢無數次頻繁咁往返粵澳兩地，每一次都對自己話，只係入去玩幾千蚊，輸贏冇所謂，純粹娛樂。佢用呢種自欺欺人嘅藉口，溫水煮青蛙咁強調住自己對風險嘅耐受度，直到某一日，某個無法考證嘅現實誘因，防備喺瞬間全面崩潰啦。13年前埋落嘅嗰粒種子，喺長達4000幾日嘅潛伏後，終於生成咗遮天蔽日嘅食人花。一念成魔，佢最終行上咗嗰條唔歸路，嗰條當年嗰位大哥用生命向佢示警嘅不歸路。輸咗資產，輸咗中年積累嘅社會地位，輸咗當年喺老普京茶餐廳度對住嗰位三浦人許諾嘅信誓旦旦嘅諾言。如果今日喺呢一個充斥住算法推薦同埋碎片化娛樂嘅時代，嗰位唔知生死嘅大哥能夠睇到呢啲文字，呢個已經人到中年嘅敘事者，只係想對住嗰個已經消失喺人海嘅背影，沉重咁講一句對唔住。當年你諄諄教誨嘅小兄弟，最終都係未能夠聽你嘅勸，佢將命運重新還俾咗賭場。而賭場攞走咗佢所有嘅利息，呢個就係關於博弈最真實嘅調查報告啦。命運從都唔孤寒，喺開頭發糖俾新手，喺呢度贏從來都只係一個充滿住誘惑嘅過程，輸先係寫喺人類基因同埋資本結構入邊嘅唯一結局。